蔚藍東岸呢一種一房單位，入屋嘅右邊係 L 型開放式廚房。儲物空間充足，設有收納拉籃，但係略嫌唔太實用，亦都唔好用。所以平白嘢平白呢度鬆啊，上面又鬆啊。推埋去裏邊咧，你當佢擺埋煲啊，擺埋啲重嘢咧，其實咧唔覺意你梗係會推埋佢啦，咁就唔識停噶嘛，咁就撞埋個側板度啦。咁其實撞得多咧，樣樣都會蝕，都會鬆。其實坦白講啦，呢個嘅盤咧亦都唔係太穩陣。你擺啲重嘢喺度，第一呢支杆其實都有少少移位，上面靠一個上下嗰個頂位咧，其實都係膠嘅，呢個膠托嚟嘅。喐下佢，呢啲螺絲都虛嘅，有虛位。呢啲膠嘅托位咧，其實就真係唔會太襟嘅，老化嘅，老化之後就爆咗。長形露台20幾尺，前面有其他座數遮擋，但仍然享有海景。70幾尺嘅主人房偏向長形。間房都有啲焗啦，不如試下開下窗先。開啊！喂，個窗都幾難開喎。開住，你咁樣開咧，你跌埋落街都你咪開到個窗啊！你隻手一路推，呢個咧就向上推，哇！呢個膠又鬆，扶手又鬆，玻璃如果鬆嘅話，推埋落街添。呢個窗點解咁難開咧？第一本身重啦，第二你揸嗰個把手嘅位置唔啱之外咧，其實呢個窗校得唔好，導致到咧上下兩個膠片咧就太貼啦，所以咧一閂埋一陣咧就好大摩擦，而且個摩擦咧導致佢就會有一啲嘅棘住，棘得多有機會咧呢個價位咧就繼續會有啲磨蝕。